你們中有一個要出賣我，雞未啼之前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若望福音13章21至33節，36至38節。默想今日嘅福音，讓我哋睇到耶穌內心嘅痛苦同孤獨。佢明知自己將被出賣、被否認，卻依然選擇愛同信任。佢給猶達斯餅，係最後邀請同埋寬恕嘅機會。佢告訴伯多祿真相，並沒有責備，而係憐憫。猶達斯出去了，就是黑夜。這不單只係外在嘅黑夜，更係內心遠離光明嘅象徵。當我哋選擇拒絕基督嘅愛同真理嘅時候，我哋亦都係走進自己嘅黑暗。而伯多祿嘅熱情同軟弱，亦都像極咗我哋。有時信心滿滿，有時卻喺壓力下退縮。但耶穌並未放棄伯多祿，反而預告佢將來要跟隨佢，甚至殉道。佢睇到我哋不完美，同時亦都睇到我哋嘅潛能。行動建議：今日嘗試靜落嚟，反省喺言語、行為同冷漠中，我哋係咪曾經出賣或者否認過耶穌？喺祈禱中，像伯多祿一樣，向主表達自己嘅願望同不足，讓佢嚟愛你、修補你。今日當面對試探或者誘惑嘅時候，記住耶穌嘅眼神，選擇誠實、慈悲同信賴，特別為嗰啲喺黑暗中掙扎、遠離主嘅人代禱，求主嘅光照耀佢哋。祈禱：主耶穌，你明知自己嘅門徒將要出賣你、否認你，卻依然愛佢哋到底。我亦都曾經像猶達斯咁樣拒絕過你，像伯多祿咁樣否認過你，但係你從未放棄我，從未停止愛我。求你幫助我不再逃避，不再自欺，而係誠實咁返到你嘅面前，讓你嘅憐憫醫治我，喺黑暗同埋試探中，成為我腳前嘅燈，我路上嘅光，帶領我走向你，走向真正自由同埋光明。阿們。